好，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，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。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？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，Let's go！ 现在来到我们的美食区，你看有这么多的来宾呀，在享用这边的美食。我们今天有台湾剉冰。我们的清蒸一条龙，哇，还有这个阿鲁干妈店，好卖好多的小零食，以及我们的段纯真牛肉面。接下来还有我们的甘蔗王，以及翰林茶馆、菲律宾美食 Cantanos Kitchen。哇，长长的人龙。还有我们的红豆饼摊位，这个很受小孩子欢迎哦。我们的 O2 Valley 便当，炸鸡排很好吃。还有我们卖可丽饼的摊位，以及很受小朋友欢迎的棉花糖。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，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，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？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所以明年等你哦，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，拜拜。